边，他在后站那边，我帮他去后站压力嘛。哦，真的，他这个是，你看那边那边也有后站边，应该放很多地方，你看，后站边也放很多地方，真的。那你一来他就不要放，他那边他就不要放了，他应该会。因为他这样子人气这样，他刚好是这边这样，后来就在外面，叫你快点，我就快点，那人家就放你。